你知道吗？在中国有一个地方，一跨过去就是2个世界，它就是河西走廊的起点乌梢岭。如果你从兰州一路向西，当车子开始不断的爬升，风开始变冷，云开始变低，你其实正在接近一个分界点。这里就是河西走廊真正的入口。2000多年前，从汉朝开始，所有前往西域的使者、商队、军队都必须翻过这座山。它不仅是一条路，更像是一道门。门的这边是熟悉的中原，门的那一边是通往未知的西域。乌梢岭最迷人的地方是它的反差，海拔将近3000米，夏天是高山草甸，云雾缭绕，有时候像一片被藏起来的绿色秘境。但当你继续向西，绿色会一点点的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更辽阔、更荒凉的世界。站在山顶往下看，你能清楚地看到2种完全不同的地貌在你眼前慢慢的交替。那一刻你会明白，这里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。从乌梢岭开始，中国会变得一点点不一样，也更加的迷人。